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近年咧就好多香港、澳門嘅朋友咧就翻到內地呢邊旅遊啊、度假、探親啊，或者直情響呢邊買樓住嘅。咁啊，中山呢個城市咧係好多朋友都翻到呢邊嘅。咁大家翻到中山呢邊，對於中山大家又了解幾多呢？最早咧係要追溯到5000年之前嘅。以前咧就五桂山街道嗰邊咧就種沉香好出名嘅，所以話咧就取名叫做香山。到咗1925年，當時為咗紀念我哋孫中山先生啦，就將香山改名為中山縣嚟噶啦。到1988年嗰陣時咧，升級為地級市。隨住改革開放呢幾十年啊，成個內地大灣區包括中山呢邊變化好大嘅。條旗江河，我記得20年前啲水係黑掹掹嘅，依家好靚好乾淨，仲有摩天輪、步行街啊，呢啲全部都改咗啦，全部都變晒大樣啦。所以中山呢個地方大家翻嚟係啱嘅。中山嘅地理位置係非常之優越嘅，佢就響粵港澳大灣區基河中心，北邊咧就連接廣州、佛山啦，西面咧就挨住僑鄉江門啦，南邊同珠海係一路之隔嘅啫，東邊同深圳隔住伶仃洋，各海相望。舊年6月份深中大橋通咗車之後咧，咁往返咧只需要10零分鐘搞掂啦。所以呢個咁靚嘅位置，無論你係經商、投資、置業、探親、旅遊、度假，咩都係 OK 嘅。唯一欠缺少少咧，就係中山咧冇一個似樣少少嘅大學，呢個係差少少，冇辦法啦。中山嘅陸地面積係1783平方公里，25年統計常住人口係450萬，再加埋流動人口大概係800萬左右啦。中山下轄咧係有8個街道、15鎮、2個統籌區，其中有一個統籌區仲係國家高新產業區嚟嘅火炬開發區。中山同東莞一樣嘅係唔設區唔設縣，由市政府直接管理街道同埋鎮嘅，冇理佢有冇縣有冇區啊，其實呢啲唔重要嘅，最重要係中山係一個宜居文明博愛嘅城市，咁樣呢樣嘢係對市民最好嘅。中山咧就將每個鎮區同埋街道打造成一個非常之有特色嘅區域嚟㗎。你好似中心城區咁樣啦，東區、石岐、南區、西區街道呢啲，主要咧係以文旅啊、政治啊、餐飲啊呢啲為重點嚟嘅。你好似石岐乳鴿啦，一講起好多人翻到中山都係食石岐乳鴿，係嘛？前一排黃宗澤先生翻嚟都話要去食石岐乳鴿啦，同埋10蚊菠蘿啦。咁石岐乳鴿呢，一講起呢個啊，真正嘅深中通道未開嗰陣時，我哋以前食乳鴿呢就10零20蚊一隻，依家30、40蚊咯，係嘛？咁一講到文旅呢塊啊。文旅呢塊咁中心城區咧就有廣東地大嘅生態公園、紫馬嶺公園、一河兩岸旗杆公園、華僑城歡樂海岸、山姆會員店呢啲全部都係集中響中心城區嚟噶啦。咁政治同樣都係嘅，響興中道落去人大啊、市政府啊呢個局嗰個局啊，全部都響興中道嚟噶啦。醫療呢塊都係嘅啊，成個中山得5個三甲醫療嘅，有3個就係響中心城區嘅，博愛啊、人民醫院啊、中醫院啊呢啲都係集中響主城區嚟噶，包括小學嘅、中學嘅省一級呢啲教育啊，全部都匿埋響市中心呢個轄區位置嘅啦。以上講到咧，呢啲都係民生嚟嘅。咁我哋主城區有冇產業呢？其實主城區基本上係冇工廠嚟嘅啦，有金融中心係有嘅，基本上工廠嘅總部啊、公司嘅總部啊係響主城區嚟嘅，好似金鷹廣場啦、利和雙子座啊、盛景上風啊。鎮區方面咧就以製造業為主啦，你好似我哋火炬開發區，即係啱先同大家講到嘅高新產業區嚟嘅，全部做啲高端嘢響度嘅。
基本上佢嘅 GDP 咧係常年響中山各個鎮街係排名第一或者第二嘅。第二個咧就係小欖啦，小欖咧佢係以做五金為主嘅，佢 GDP 同啱先講到嘅火炬兩個就係常年霸榜嚟嘅啦。咁仲有大涌嘅項目啦，相信好多朋友翻嚟買個項目嘅，或者係包括歐洲嗰邊、歐美地區嘅嗰啲項目，好多都係出自我哋大涌嘅沙溪嘅服裝啦、製衣啦，呢一塊同樣都係咪啊？可能大家知道廣州花都咧係牛仔之都，但係我哋中山嘅沙溪咧都係製衣之都嚟嘅。古鎮同埋橫欄咧就做燈為主嘅，特別係古鎮，應該大家都知道啦，古鎮係燈飾之都嚟嘅。可能你依家喺香港嗰邊用緊好多燈都係古鎮產嘅，係咪啊？黃埔嘅臘味啦，做食品啦，南頭嘅大家電啦，好似澳馬、長虹啊呢啲都有廠嘅。三角浮沙嗰邊做電動、做電鍍、做金屬嘅呢啲，全部都係咩噶啦？還有南朗嗰邊，依家咧就做緊一個醫藥城嚟嘅，主要咧係做醫藥研發同埋生產為主嘅。還有一點就係啱先講到嘅兩個統籌區，其中一個嘅馬鞍島翠亨新區啊，呢個統籌區。相信大家睇到好多新聞就係話關於馬鞍島將打造成好似珠海嗰個橫琴自貿區咁樣嘅，但係呢依家成個島咧就未成型嘅，咁我相信未來10年啦或者10幾年啦都會有啲意思嘅。三鄉坦洲嗰邊咧就係以居住為主嘅啦，即係珠海嘅後花園，因為好多響珠海嗰邊經商啊、創業啊，珠海房價貴啲啊嘛，嗰邊平啲啊嘛，就翻呢邊住咯。神灣如果係玩遊艇嘅朋友，應該就知道啦啊！神灣係有一個遊艇會嚟嘅，所以成個中山佢係將每一個鎮區都做到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同大家講到啦，中山咁有特色嘅地方，交通同樣都係非常之便利嘅。5橫4縱，即係高速線路啊，響中山基本上每一個鎮街都有出入口嘅。同樣市區入邊直達到每個鎮區嘅快線都係有嘅，全程冇紅綠燈，好似坦洲快線啦、南朗快線啦、沙古公路啦、三角快線啦等等啦，即係等於講你響城區去到每一個鎮區嘅工廠、工業區都係非常之近嘅。同樣你響鎮區翻城區，你話翻嚟住啊，因為鎮區啲環境啊、工廠啊係有少少污染嘅啊嘛，你住響城區同樣嘅，收工翻咗嚟之後，同樣都係好快嘅。目前咧，中山嘅鐵路咧係欠缺少少，只有一條鐵路線，廣州到珠海嘅廣珠城軌。咁我哋隨住深澳高鐵嘅開通啦，同埋廣州18號線啊，即係地鐵啊，南延線係直接由廣州南沙入翻馬鞍島，落翻中山城區。咁到時開通咗之後咧，大概都要3年左右啦。開通咗之後咧，中山嘅鐵路啊，同埋地鐵啊呢樣嘢嚟就更加完美嚟噶。所以中山呢個城市咁啊，大家覺得如何呢？可以響評論區嗰度大家傾傾佢。記得點讚關注哦。